好多人一眼咧見到個平面圖，第一個反應咧就係驚，其實唔係個平面圖有啲咩問題，而係你未識點樣睇。第一啦，講到動線啦，咁我哋入到屋企，咁整體嘅流動性同埋櫃宇之間嘅編排，點樣可以呈現得到整個大廳嘅美感？第二樣光源啦，咁我哋睇翻窗口入邊嘅位置，會唔會設計上啲櫃體遮擋咗啲光線，引流唔到入去屋內啦？咁我哋可以透過鏡面嘅設計，令到外邊嘅光線引流翻落去屋內，咁大大提升翻整體嘅採光程度。咁第三樣咧就係個比例啦。咁好多時咧客戶咧都想更改翻啲牆身間隔嘅，咁而間隔嘅比例咧都要依據翻客戶嘅要求而定啦。咁高端嘅設計咧唔係話每個空間咧都要設計到規劃得好大嘅，咁睇下點樣用得其所嘅啫。只要動線順，咁光線足，比例啱，咁呢個單位咧就具備咗一個好嘅設計基礎。我係 Recreate Design 設計師 Alan，如果你哋都想幫你屋企重新規劃翻新，歡迎揾我哋，拜拜。